好了，即卖数位时代，咱挺好伫网络顶头听广播、看影片，甚至有电子册、有声册等等。不过，即寡作品煞有盗版集团摕来做无本生意，用俗价转卖给消费者。那立委伫咧接询文化部的时阵，恐目前的处理程序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去买证据来向警方举证。文化部是回应讲，会积极来研究相关的对策。 数位时代有真多元的影音创作，出版界嘛做真济电子化商品，比如电子册、有声册等等。二三有立委在接触文化部的时，就指出真济创作者的心血拢变做盗版集团俗价转卖赚乌心钱的目标。但是目前的对策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买证据向警方举证。有立委就认为这真无合理，嘛批评文化部的态度消极，应当改进。文化部基本上可以积极的协助制裁局。 去认定这个东西，然后制裁局可以再更进一步跟邀请数发部做出数位阻绝的事情，然后刑事警察局的报案当然是同步要进行。明明就有相关手法，可是文化部的态度一直很消极。盗版的网站内底，唔但有前总统出英文的有声册，更有知名数位学习平台的课程。盗版卖的介绍含正版比起来，俗要20倍。立委就批评盗版集团做这款无本生意，严重伤害台湾的内容创作产业。文化部是回应讲会积极研究对策。另外有学者指出，像这寡被盗版的网站，政府就积极下国协调合作。要证明说你的确著作权已经受到侵害，然后要经过一定的程序，然后由那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命令或者是外面。 做了一个相关的措施，要求这一些个，比如说电信公司不要去那个解读这个盗版的网址的内容，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做法。因那境内的部分，伊嘛依然含做参考例，因为设立防治盗版的专职行政单位来主动监控杂志盗版。 学者表示，这款盗版的手法愈来愈多，希望政府通对各方面积极面对，维护台湾的创作环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